特区体育园区伫整修立美化以后，已经成为民众休闲运动的好所在。不过，议员林美燕表示，到了夜间暗蒙蒙，已经成为民众出入的危险。另外，包括冠村文化园区的入口以及黄金海花准屋顶南区的地标，议员以光无光差真济，认为加强美化嘛是避免照明不足，成为治安的危机，要求总体检。在我们的就是体育园区哦，这个是晚上的，烈火 AM 现在暗啦。整个体育园区你看啥 ？A 在呀，到 AM， 从半夜都是有人在运动的。有的人12点外出去运动啊呢。但是我们最基本的路灯，你马上要更起来。你看有亮的跟没亮的差多少？有些地方真的暗到不行啊。那民众他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性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还是基本的一个设备必须要，另外我根本的密码啦洗掉，是不是这个部分请那个我们要赶快去看体检处理，看哪个地方而且那个灯光照地面，不能照天，照天空会影响到住户。对 ，OK， 我们是不是总体检在整体园区里面的亮度，哪个地方角落比较暗的，我们必须要加强它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部分我就跟同仁提醒说，因为民众比较少去的地方。那我们或许可以用感应式的灯泡哈，那这个有人去的话，我想让它照亮。我想总体检一下来，区长，有说了就要做了。另外，议员针对体育署2020年的运动现况调查，发现单期13岁到65岁体重过重的比例已经是6都第1关，嘛是全台第4关。议员都来要求教育局推广运动风气，营造运动环境，嘛要重视基层3级体育的发展困境。包括从事运动教练、培育运动人才，并且强烈要求尽速成立体育局。这个可能还要再去争取更多的经费。这个可能你要去加强一下来，那么多还有站，还有就是学校团队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就是防务员要去了解一下，如何来加强这部分，预防我们这些就是我们一些运动人员的伤害了，好不好？我想这个部分就看量能了，对。那我量还不够吗？140几还不够吗？这个部分是在这部分本席有，请你能够回去了解看看，加强一下，哈，好不好？运动教练那个部分呢，一周也很关心了。那原来在这之前都固定在80名，可是我们突破了在这个10个限制。那现在已经有87名。议员会中伫总集村设定南区、安边区的园区景点，拢有存在混交赛甲羽毛以及鸟类叫声的噪音，影响居民安宁，要求市府积极面对。台南新闻，阮自刘品言采访报道。